要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走噶。我捌安尼伫圣所调紧你，为着爱看你的权能，甲你的荣光，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嘴唇要学了你。啊，伫即摆平安。啊，咱即摆来吟圣诗，圣诗54首，天在歌声对天来，请起立。Oh
咱三界的主角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谢，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你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死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操阮入去，着救阮脱你的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生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上帝大面，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统，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9篇。启应文第9篇。第甲第10个万米拢属上主。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少人袂当就上主的山，就是手清气，心纯洁。即款人会受上主祝福。即款人找求上主。城门啊，着拍开。第啥？荣耀的君王要入来。即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这啥？伊是百战百胜的上主。城门啊，着拍开。这啥？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这啥？伊是荣耀的君王。咱三家压头来祈祷。阮伫天的爸上帝，就感谢你伫大港节第3个主日，带阮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用喜乐的心来望基督的降生。主啊，求你帮助阮，亲像是伫旷野各样的人，也是遮会咧超找真理的博士。虽然阮有时仔感觉无确定。也是伫旷野，遮啥物拢无，刚刚羊群的所在。但是你的应允，你的安慰，你的帮赞，拢常常甲阮伫地。主求上帝帮助阮有喜乐，有信心，搁较侪来认捌主，用信心来面对生活的挑战。求主嘛特别来帮助遮有病痛的兄弟。求你来医治因，嘛安慰因。主你嘛知，即马伫台湾国际的经济，阁有足侪自然的灾害，有时仔是感觉真惊吓。但是主愿你的公义伫遮显现，嘛你的怜悯，你的慈爱，常常甲阮伫地。后礼拜就是圣诞的赞美主日，阁有足侪圣诞的活动。咱特别为着教会遮的活动来祈祷，无论是庆祝会、报佳音、福音茶会，拢求你来使用，互遮的活动，搁较侪人会当认捌你。嘛，你互阮教会每一个人，拢会当相甲参与伫这内底，来帮忙。
来邀请朋友来参加。阮3甲伫一只活动中，伫只活动内，阮嘛会当搁较济望你的降生享受你互阮的这安尼稳定甲喜乐。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困求的心。赞美，今仔日。迄个周报是写毋对的吼，看顶悬。今仔日是敬拜团的 A 团，来带咱大家3甲来敬拜。大家若是会晓唱，嘛会当做伙3甲来唱。我们一起拍手。这世界的节奏，一切乌云抛在脑后，全心开口向你呼求，爱像狂浪席卷我。如今我已不再是我，神儿子在我里面活。我要用力张开双手，伸向有你的天空。太阳星宿，你创造整个宇宙，你却回头顾念我，说有就有，你话语绝不落空，还有更多。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生之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见证都指向你，宣告的神盼望永不止息。我决定一生跟随你，到底。我们要从头再来一次哦。如今我已不再是我，神儿子在我里面活。我要用力张开双手，伸向有你的天空。太阳星宿，你创造整个宇宙，你却回头顾念我，说有就有，你话语绝不落空，还有更多。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生之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见证都指向你，宣告的神盼望永不止息。我决定一生跟随你，到底。太阳星宿，你创造整个宇宙，你却回头顾念我，说有就有，你话语绝不落空，还有更多。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我生之前方道路总有你带领，耶稣，所有见证都指向你，宣告的神盼望永不止息。我决定一生跟随你。耶稣，所有语言都指向你，恩典拯救每个人的生命。
主啊，你是在天上的君王，你坐伫个宝座顶，阮就要伫遮欢喜来称赞你的圣名。阮做伙来唱一首歌，君王降临伫遮。最
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章第10节甲12节。路加福音第2章第10节甲12节。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美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者，就是主基督。你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槽里，即个就是互恁做记号。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行出来的人。讲道，请杜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几礼拜前有一个礼拜日的甲尾暗仔，我想讲去公馆迄个所在有一个校园书房来买几本仔册，甲买几项物件。咱知影礼拜日的尾暗仔公馆即个所在，连要停机车嘛真歹停，所以要去进前，就小可有心理准备，讲有可能爱找停车位吧。个人去到遐的时阵，发现真正真侪人，但是感谢主。我安尼哭半日，就看到一个少年人，大概是大学生的迄个模样，已经行几排的停车街中间行入一个机车，所以我咧要讲，是毋是伊要将迄个机车骑走？所以赶紧，咱就停在后壁即边咧等。咧等的过程中间，忽然间有看到一个约差不多40岁左右少年的妇人人，互咱讲小姐啦吼。一个40岁左右的小姐要来牵机车，但是我也无煞位会去甲挡着，所以想讲咱嘛较主动的，毋免人来甲咱讲，咱头前一碟啊，互伊会当出来。无想到讲我伫遐准备要刷头前的时阵，伊甲我讲一句：“弟弟，可不可以麻烦你往前一点？”我已经小可咧头前啊，所以听到了啊，动作伤紧，是安怎动作伤紧？你知无？早知吼，假做无听到，互伊直直加叫几声。哦，但是已经头前啊，咱无可能佫捌顾倒来嘛。不过就是家己安尼咧想的时阵嘛，想甲家己心内欢喜快乐的呢。所以咧，兄弟，咱已经进入大港节第3个主日啦。伫这个圣诞季节的中间，你有啥物代志、啥物款的消息，会互你感觉到欢喜、快乐，甚至很振奋的无？敢有？有无？我系啊，系啊，有无？有吼，感谢主。确实，有当时啊，伫咱的生活中间，咱会当找一寡，互咱当欢喜快乐的消息，也是事，对咱的生活一定有帮助。就亲像讲，伫圣诞季节的中间，咱看这张相片，你看会出这是伫倒位翕的无？啊？伫倒位翕？板桥哦。板桥已经真侪年，拢会举办一个叫做新北耶诞城哦，是新北耶诞城。但是讲实在话，我较袂爱讲耶诞节啦，因为对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来讲，咱讲圣诞节这个名，咱已经讲将近160档啊。甚至我毋知影讲，搁较早前。400年前，荷兰的宣教师来到台湾的时阵，因安那来称呼这个圣诞节。但是咱通知，基督的福音、基督的信仰，400年前就已经传入咱台湾这个地区。甚至400年前，当这的宣教师来到咱台湾这片土地的时阵，因发现到讲，伫台南附近有一寡卑博族，但是卑博族只有语言无文字，所以这的宣教师就为着这卑博族。创造出一种叫做咱知影叫做什么文字的无？有人知无？啊？什么文？白话字。咱也真诶历史学家会甲称作新简文呐。但是新简文其实就是用白话字来甲拼音，互因平埔族诶话会当有一个文字留落来。所以咱通看400年前基督福音已经流传甲。咱的台湾这个所在来啊，所以每一遍我较爱用咱原本的名称称呼伊做圣诞节，因为圣诞节对咱来讲是一个非常特别、佮有纪念意义、佮伫其中感恩的节气啊。所以毋通因为有一寡无信的人，伊圣诞节甲咱改做耶诞节，咱就对咧讲耶诞节。特别是今年
伫前几工的中间，我有看到台南市政府因有举办一个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你有看到伊的名叫啥物无？台南鸭蛋节。我是感觉讲，有当时啊，创意毋是安尼算的啦，趣味嘛毋是安尼做的啦。你会欢喜讲你的名、你的爸母、你的长辈甲你号的名，人随便甲你号鸭蛋吗？随便甲你改名吗？我相信应该咱嘛袂欢喜拄着即款的事。但是即款的事，毋是只有伫咱台湾讲圣诞节，互改做耶诞节，耶诞节佫去互改做鸭蛋节。伫美国其实嘛是安尼啦。安怎讲美国嘛是安尼？咱来看英文圣诞快乐安怎讲 ？Merry Christmas， 咱拢知。Merry Christmas 这个英文字对古英文来讲，伊是对 Christ 基督，甲 Mass 这个弥撒，哦平安暝下面，咱应该爱组织做礼拜，换弥撒才对，是对安尼开始。所以英文伊的 Merry Christmas 基本上来讲 ，Merry 是祝喜乐。毋是快乐欢喜尔，是祝喜乐哦。喜乐啥物？因为基督降生，所以咱嘛要伫平安暝来做基督降生的礼拜。所以这个 Christmas 是因为安尼来的。但是我相信咱应该抱一个印象，几十年前，豆有人将这个 Christmas 改做 Xmas。我相信咱有真侪囝孙仔拢伫美国、伫加拿大，甚至伫欧洲的，应该拢看会到 Merry Xmas。有圣经的学者咧讲，其实嘛还好啦，因为希腊文的基督伊是 X 做开头，所以咱甲迄个 X 做大写来讲，嘛是会使来代表基督的意思啦。只是我感觉足奇怪，甲准 Merry Christmas 是英文，哪会无代志走出一个希腊文的 X 做代表？你也是英文来讲 ，Christmas 是 C 开头，基督 Christ 是 C 开头，你毋是应该爱用英文的角度来改做 Cmas 吗？结果佫真正有人安尼讲的 ，Merry Cmas。但是不管安那，当咱伫遮咧看讲 Xmas、Cmas 也好，咱爱知影一项事。当基督为着咱付出的是伫十字架顶流的宝血做代价，当咱的主耶稣伫十字架顶为着咱流的是伊的性命做代价，敢讲咱连写一个 Christ， 也是咱写一个基督，咱讲一句 Christmas， 写一个 Christmas， 咱都无愿意吗？若是主耶稣为着咱献上的是伊的性命、伊的宝血来拯救咱，是安那咱连一个 Christ， 咱就要用 X 还是 C 代表？连一个基督两字，咱都无愿意安尼写，要用 C 用 X 来做代表嘛？特别是当初伫商业化的世界所带来的伊的 X， 真正的意思是要用未知的那个 X 代表那个已知的 Christ。若是安尼，咱要讲圣诞节，咱要做伙讲 Merry Christmas， 还是要互改做耶诞节，互改做 Xmas 咧？但是我感觉有两个总统真巧，因的巧法就是讲，恁拢毋免吵，我插你 Xmas、Cmas 还是 Christmas。而奥巴马总统甲拜登总统的任内，因上爱讲的叫做 Happy Holiday。我毋知影咱常常有去美国、加拿大，恁有发现这项事无 ？Happy Holiday， 像出事嘛免管啊，这就是咱大家做伙欢庆、狂欢、放假、享乐的假期就是啊啦。所以连迄个 X 嘛无去安尼 ，Happy Holiday。所以你这个圣诞节期，只知有欢乐，却不知有主耶稣。只知道快乐放假，不知道有主耶稣。其实这嘛是咱今年12月24号，是咱要组织一个快闪报佳音的原因，就是安尼。咱真简单，咱就是一边行，拄着人，咱就是甲伊讲圣诞节快乐，佮分一个小礼物互伊。
咱就是一边行，互人听到咱咧唱圣诞歌曲的时阵，互人知影讲，这个假期，人咧讲的圣诞节，是因为圣囝耶稣的降生啊。虽然讲，咱台湾是真少数无放圣诞假的国家，但是不要紧，就是愈因为安尼，咱愈爱甲圣囝耶稣诞生这个消息甲传出去啊。特别是今年。咱的南门幼儿园目前所在，拢总有45位的家长、甲囡仔，以及另外3个幼儿园老师要来参加咱的报佳音。我毋知影讲，咱今年的报佳音到底有偌济兄弟，咱会当做伙来。比如讲，假是100个，比如讲也是100个来讲，这45个家长甲囡仔伫咱中间，咱要安怎甲款待，要安怎甲因拍招呼？你也感觉你是像我安尼做害羞内向型的，啊无咱嘛会当拄到因的时阵，甲因讲圣诞快乐啊！咱若拄到因的时阵，毋知要安怎开讲，咱过两天12月25日下晡，咱有一个福音茶会，咱嘛会当邀请因来啊！你要相信无？咱讲只有100个咱的兄弟姊妹伫遐咧参加报佳音，咱这100个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甲因讲圣诞快乐，因就当甲恁回圣诞快乐就无用事啊啦，佫有时间去分传单。但是主要就是讲，咱有法度安尼做无？当遮个爸母、遮个囡仔来到咱的中间的时阵，咱真正要注意这样事。其实咱主日学的合场就在这里了。当遮个爸母、遮个囡仔出现的时阵，咱青少期合场就在这里了。当遮个爸母出现的时阵，咱的基石团契、磐石团契，我们的合场就在这里了。所以今仔日咱伫圣诞节期的中间，咱佫做伙来看，这是一个台语汉语本的经文，咱佫做伙开喙来读一遍。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台北的城，已经为恁生一个拯救者，就是主基督。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泽里的。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责任。来，咱用中文和合本，咱用华语来读一遍。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我毋知影，当咱用台语甲华语读到共即节的圣经的时阵，你有看到无？台语汉语本叫做泽，中文和合本叫做马槽。泽甲马槽有啥物无共吗？槽跟马槽有什么不一样？泽甲马泽有啥物无共？马泽较简单啦。就是有一个物件，咱滴一寡水，也是以一寡食物，互马仔来食嘛，所以咱家己叫做马槽。但是家己去日本原本的槽，伊的解说较宽。这个槽就是讲，不管你是用茶、用石头，还是用什么款的材料，只要咱会当伫中甲凹一个凹槽好落去。不管是咱要用来互一寡饲鸭、饲鸡啊，还是饲马、饲牛拢无问题啊，所以这就叫做槽。所以伫希腊文伊的槽，不管是啥物款的大小、啥物款的形状拢会使。但是咱的翻译做马槽，其实有当时是对咱一个刻板印象来的。所以用这要做鼓励，就是讲，咱爱先清楚一寡历史的背景。比如讲，当约瑟甲玛利亚来到伯利恒，是安那因会找无所在通住。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爱招待出外人，因为你也无招待款待这出外人，互因住家己的厝里食，家己的厝里困来徛起。有可能你互伊出去家己村外、城外口有啥物款的野兽，咱毋知。因会拄着啥物款歹人甲因伤害，咱毋知。但是咱也因为拒绝因来住伫咱的厝内。造成因若真正去互野兽来伤害，造成去互一寡歹人来甲因陷害的时阵，若是安尼，咱就毋对啊。
因为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因爸爸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既然爸爸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阵，咱就爱知，就算做咱因为愈传愈多子孙仔出去啊，可能有真侪咱过去的亲人，咱根本嘛无熟悉啊。但是咱既然拢知影，拢爸爸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咧找无所在通大的时阵，咱就爱甲款待。就亲像大多咱咧讲到幼儿园遮的家长、遮的囡仔共款，他们都是上帝的孩子啊。所以当安尼时阵，因伫遮咧找无所在通住，好佳在有好心的人甲讲，啊无才有一个所在，你来缺一个无要紧。其实这个所在缺一个，记的就是咧款待互一寡动物避冬的所在啦。因为碧绿园这个所在，因是一寡丘陵地，冬天的时阵碧绿园会落雪。就算做莫讲是冬天，有当时啊伫深秋的季节，也是伫早春的时阵，早暗真冷，当落水。这个所在就是要有遮饲的鸡啊，也是啥物款的动物会当来遮来觅的。所以常常甲经济较好的，因有可能会起一个2间、3间房间的厝，一间、2间家己住。另外一间就是由这动物来过冬，觅这的方式。但是有诶，甲经济较无好诶，也是有诶人会感觉讲，山洞嘛袂歹呢，冬暖安那夏凉，所以因会根据伊款诶丘陵地，有一个所在，咱甲小可凹一下，咱甲住入去。所以其实讲起来，咱若真正有机会去甲碧林这个所在，看到主耶稣所出世诶迄个，其实是一个小山洞诶时阵。讲实在话，有当时啊，每一遍我去到遐，的感想就是，人安尼哪有啥物通好搁比的啦？咱人安尼哪有啥物通好搁比的啦？当你爱去看到迄个小小的山洞，当你是热天气的时阵，足湿的；当你冬天气的时阵，你咧讲冬暖夏凉，其实敢若讲还是冷啦，外口咧落雪。我毋相信讲咱出世的时阵，真正遮可怜，爱去甲牛条，爱去饲鸡仔鸡寮，去带来出世。真正咱兄弟姊妹捌拄过即款事吗？咱捌吗？特别是咱遮有一寡较时大人的古早的时代，真正物资较无丰富的时阵，你出世的所在会困苦甲伫鸡寮内底出世，伫牛条内底出世吗？敢有人有无？若是无的话，嘛是无的话，只要咱有一个门床，只要咱古早叫做接生婆，尽咱也有机会去甲病院，就是以咱即款真侪医生、护理师会甲咱斗相共。不管安怎讲，咱拢比主耶稣加足幸福的啊，加足幸福的啊。所以若是安尼来看，咱有当时啊，人生在世，有啥物代志一定爱甲人比来比去。所以伫这个所在，咱通看去，其实主耶稣所诞生，有当时啊，咱习惯讲马条的所在，其实伊只是一个小小的山洞啊。所以伫这个状况，当主后327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伊的妈妈海伦娜来到遮的时阵，伊为着要甲迄个山洞来保护起来，所以就起一个，有人甲号做翻译做圣诞教堂，嘛有人甲翻译做主诞堂。用这个礼拜堂，甲主耶稣所出世的这个山洞，甲保护起来。当然后壁不管是十字军东征，还是搁较后壁的时代，加减拢有做一寡征收。但是咱若能看到讲，原来主耶稣所出世的所在是安尼的时阵，咱爱注意一寡事。比如讲，不管是做还是买做，迄有当时是伫无共款的文理、无共款的环境背景下面，甚至无共款的时代，想要翻译互咱搁较清楚。但是咱也感觉讲，哇，迄个山洞遐尼细，应该毋是饲马的所在才对啊！安尼翻译成马槽有妥当吗？我想有当时咱嘛毋免想到遐尼济，因为真正有基本的时阵，咱会当倒转来原本的希腊文，也是原本的希伯来文来看，看原本到底是安怎讲。但是这嘛要互咱知影，就是讲，当一本圣经翻译做全世界遐尼济咱算袂了的文字的圣经版本，佮为着要互每一个无共地区、无共风俗习惯的人听有看有的时阵，
检查有当时咧翻译的顶面，伊要选择什么款的文字、什么款的形容词、名词来翻，确实是一个足困难的事啊。但是只要咱有机会去甲以色列因的圣经博物馆，咱就通知，不管是新约圣经甲近2000年，不管是旧约圣经早前2-3千年，安尼一直落来，古早的版本几乎没有改变了。古早的版本几乎没有改变了。所以，几千年来，咱通知的就是上帝所讲的话语，圣经的真理，无因为世界潮流伫遐吹来吹去、变来变去所变化。所以，同款，咱不管这个世界潮流安怎款的变化，咱嘛唔通用咱家己自以为的认知来解说圣经，误用上帝的话语啊。所以，这个部分，咱通看去，既然主耶稣用这款的方式来甲咱的中间。咱就通知，咱的爸上帝毋是一个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上帝。当主耶稣透过这个方式来甲咱的中间的时阵，咱就通知，咱的爸上帝是一个不分贫穷贵贱。咱的爸上帝是毋管咱徛起伫什么款的环境，伊拢教咱伫地的上帝啊。所以咧，为影这，当咱拄拄咧讲，幼儿园遮的爸母甲囡仔。也是咱有一组同工，因每一个礼拜会进入南门国中对社团课来陪伴遐个学生，一直到咱家己有伫咱教会社区手机啊班、长青乐活班等等这厝边来甲咱的中间，咱着小心注意这项事。当咱因群来交代因的时阵，当咱因群交代因的时阵，接纳因的时阵。其实，咱就是咧款待上帝的儿女啊！咱嘛要注意，当咱温群交代因的时阵，有可能咱已经接待着天使，咱已经接待着主耶稣啊！所以，咱通看透过主耶稣的出世、降生，甲咱三角地地，我毋知影你有法度想起讲，这个全世界因为主耶稣来甲咱的中间，有偌多的事物。因为安尼来改变，咱有法度想象着无？真正要叫我讲袂了，想袂煞呢？因为基督信仰来讲，不管是对伦理道德，不管是对文化教育，不管是对音乐艺术，不管是对人本质的真善美品格的发展，甚至基督信仰伫全世界，不管是科学、医学、社会制度，做无共款的生活方面的发展，大影响着全世界。所以，这款的影响是全世界性，是全面性的。包括早期咱台湾上界新的迄款的教育、医学、科学，嘛是拢是早期的宣教师早来咱台湾，咱台湾开始受影响、受改变的。所以会通讲，这2000年来，基督信仰甲基督教会对全世界的影响是世界性、全面性的。就对迄个小小的山洞开始啊。从那个小小的山洞开始，互爸上帝来伸上最的祝福伫咱的中间啊！所以对安尼咱来看，若是基督信仰，若是主耶稣的降生对全世界有遮大的影响，咱家己咧，基督信仰敢有法度带互咱感觉到平安喜乐？基督信仰教法度带互咱，因为咱感谢着上帝的恩典，咱嘛会当互咱成做一个会晓感恩的人。嘛，因为主耶稣，咱会当对未来更加有盼望。所以咧，为影这，不要小看了每一个礼拜天，我们在这里做礼拜。每一遍咱三个伫遮组织做礼拜时，甚至咱每一遍咧参加团契的聚会活动的时，每一遍，咱拢是咧庆祝、咧感谢、咧纪念咱的主耶稣、咱的爸上帝啊！所以咱通知，不只是伫一个圣诞节期的期间尔，咱基督徒应该将圣诞节的意义、圣诞节的由来，活伫咱每一天的生活中间啊！就亲像讲，透过每一遍咱三甲伫遮守圣餐，
每一个礼拜日，咱做伙伫遮勤修主日做礼拜，其实拢是搁再一遍咧体会上帝甲咱的存在啊。所以毋通袂记，当咱透过主耶稣，咱平平诚做阿伯拉罕的后裔，咱平平诚做天父上帝的囝儿的时阵，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上帝国里面王子跟公主的身份啊。当你是上帝国内面的王子，当你是上帝国内底的公主，行路出去，行入这个世界的时阵，应该行路有风才对啊。第二，活出基督伫咱生命内底的芳，活出咱基督伫咱生命内底的芳。因为我绝对相信，伫咱的生活中间，伫咱的言行举止的过程的中间，咱若真正会当活出这款基督的香味，咱无需要去讲我是基督徒呢，你敢知？无需要啦。比如讲，你上班的时阵，咱的同事要哪发现咱是基督徒？祷告，吃饭前祷告，还有嘞，传福音，还有嘞，亲像过去我咧上班的所在是9点上班，我拢习惯8点15就到。到的时阵，先对祈祷开始，先对读圣经开始。所以人到较早来的同事看到我伫遐祈祷读圣经，毋免咱讲，伊嘛知影咱是基督徒。每一遍公司要拜拜的时阵，伊知影咱是基督徒，所以连甲咱招去拜拜嘛毋免招。足自然透过咱的言行举止，就法度互人知影咱是基督徒啊。若是安尼，咱伫过去这几个月中间，不断咧甲咱讲，主耶稣互咱有一个足大的使命，叫做传福音。伫拜三生活查经班的时阵，有人真好问到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传福音？什么叫做传福音？若是咱无带人来教会，咱带来的人无洗礼，安尼敢算做我无传福音吗？同款这个问题问恁感觉如何？什么叫做传福音？什么叫做宣教传福音？当然，大多有人咧讲，甲咱的同事甲伊传福音，邀请伊来教会，亲像12月25日下晡咱有福音茶会，咱邀请伊来，这是足直接的传福音。亲像12月24号，咱有咱的亲戚朋友，因毋知影什么叫做报佳音，咱邀请伊来做伙报佳音，这嘛是一个足直接的传福音。但是除了直接传福音，除了直接咱讲耶稣的故事，除了咱直接邀请人来教会、团契聚会以外，其他的事咧。所以生活查经班，我互因两个思考的方向，一个就是咱大多已经讲到直接的传福音，另外一个是叫做间接的传福音。什么叫做间接的传福音？什么是间接的传福音？恁有做过间接的传福音无？恁有间接传过福音无？恁的方式是啥物？恁的方式是啥物？我相信每一遍咱若来做礼拜，可能已经听过我讲几若遍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三角里家，咱做伙做礼拜的兄弟姊妹，我们都很重要。因为有人陪伴，有人关怀，有人彼此造就，有人伫遮互相祝福，咱伫遮做伙敬拜上帝，会当互咱咧敬拜的过程更加投入。甚至咱每一遍伫遮做礼拜，咱有可能不经意的奉献，也是咱有人要做约定奉献，甚至有人要愿意遵守上帝的话做10亿奉献的。其实，咱拢已经咧做间接传福音了。亲像我来甲咱的中间4个外话，我已经有听过几若摆，拢有人安尼咧讲。咱南门教会其实无欠钱，所以咱若要奉献，互外口的单位就好。
错，非常的不对。就亲像我家己会当做的，就是除了对内伫教会1/10的奉献以外，我甲慈恩师母，阮伫外口嘛有外口其他的奉献。11奉献对我来讲，迄是我甲上帝的关系。11奉献是我感谢上帝的方式。11奉献是我顺服上帝的话的方式。但是外口有其他的奉献，迄是我甘心乐意去帮助这个社会，甘心乐意去帮助非洲那些孩子，甘心乐意透过不同的方式去帮助无同款的人。我毋知影当恁安尼做的时阵，心内会欢喜无？我毋知恁安尼做的时阵，恁心内会欢喜快乐无？过去捌有一段时间，我甲慈恩师母当阮安尼咧做的时阵，外口1/10，教会内面1/10，阮的奉献是叫做1/5。所以，阮有当时毋甘去餐厅食一顿好的。自上开始牧会了后，我毋捌出过国，但是我欢喜快乐啊！所以，当我安尼甲咱讲的时阵，主要就是要互咱知，我们每一块钱的奉献。我们每一块钱的奉献，不管是咱提供这个场所，互咱的乐智班会当伫遮每礼拜伫遮来上课，不管是咱伫遮，咱的幼儿园搞任何的需要，咱甲支持；不管是咱的东港进入南门国中，因有啥物需要，咱甲支持；不管是咱的社区曙光，这手机班、这长青乐活班，因有需要的时阵，咱甲支持。其实有法度真做因背后的后盾，真做因的支持，拢是因为咱每一块的奉献起来啊。包括之前咱捌讲过，透过咱中会总会力量，比如讲光复乡迄边的水灾，咱有对因奉献；伫咱的教会有发现一寡有需要的弱势家庭，咱会为着因来奉献。甚至更较大的。咱嘛讲过，咱的总会机构马偕医院一批搁一批派出医疗团队去帮助乌克兰的人民，甚至中华地区有人联络中华基督教病院，中华基督教病院搁联络咱的总会，一批搁一批将遐救护车、遐消防车送去乌克兰等等。这个中间拢有咱每一个人的奉献在伫其中啊。所以当咱东港愈济，咱的经费愈多愈强的时阵，咱有法度做愈侪事工，做愈侪社会服务，做更较侪祝福这个社区的事啊。所以圣诞节不只是一个故事，圣诞节期嘛不只是一个教会节期。圣诞节，更加是对主耶稣来对咱的邀请，是主耶稣对咱来的呼召，要爱咱，包括你，包括我。包括咱整个的教会，我们一起成为这世上的光啊！三个记得，阿爸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透过主耶稣的降生，带予阮平安甲喜乐，也因为主耶稣的降生，带予阮救赎甲毋茫。为着回应你的疼痛，为着回应主耶稣为着阮的牺牲。阮恳求你来正做阮的帮衬，互阮的生活活出基督的模样，互阮的生命正做福音啊！搁再一遍献上阮的感谢，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用圣诗来回应，圣诗53首，圣诗53首，请起立。我
请陈振宇、林香玉技术。起立来吟奉献的诗。真济，后来报告。报告。我先来报告。今仔日感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参加今仔日礼拜。然后礼拜后请老母到地下室，然后做伙享受爱餐。今仔日真多谢妇女团契的服侍。即礼拜六下晡4点，开始是4点哦，开始有迄个庆祝会，爱餐是6点开始。若是迄个团体报名的，请伫礼拜六找恁团契的会长领餐券。若是家己报名的，就是礼拜六下晡3点半伫1楼领餐券。会记得哦，因为大部分的人应该拢是团体报名，团体报名会记得爱找团契的会长。好，爱餐的因为今年啊，足侪人报名的，报名的人较超过阮本来的按算安尼，所以我有调整一个流程啦，大家爱注意一下。地下室是双人妇女团契，甲社区就是手机班跟乐活班，这伫地下室。4楼是共款，是主日学甲基石团契；5楼是献歌队甲妇妇团契；6楼是小基石甲青少年团契，然后一届就有新开妇堂，也是磐石团契。但是佫有其实嘛免烦恼啦，礼拜六摕到餐券，顶悬拢会写是几楼，就是有变动，请大家较注意一下。好，咱来看迄个即礼拜的影片。圣诞晚会也是年度大戏，大家拢足期待。
好，那时候电视也不普遍，不是说什么节目可以看，所以在圣诞晚会表演还蛮热络、蛮期待的。当时的演的戏剧内容也大概都就圣经故事了，最标准一定有演一个耶稣降生啦，3个博士啦。大概就这样子后来渐渐的开始，赖鸿旭长老在当主日学老师的时候，他就开始每年导演一部不一样的戏，不一定是圣经的故事，有启发性的、牵连性的，把这种戏剧的趣味性带进南门教会，影响了10-20年。甚至后来他的儿子赖说仁执事后来也开始来导一些很有趣的戏。上帝把耶稣基督的降生放在12月25号年底，有他的道理。基督徒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所以有传福音、有报佳音这个活动是不能停的。每一年这个时间，每一个做基督徒的就好好的来欢庆这个圣诞节，我们自己也都重新再一次检讨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灵命生活。我认为这是永远要继续的。好，咱会当转去去看一下迄个 YouTube 顶悬的连结，是较长的较侪内容的。好，后礼拜是迄个圣诞赞美联合礼拜，第一场礼拜暂停一届。礼拜中咱嘛举行洗礼甲圣餐，请大家备办心。12月24号暗时，要去报佳音拄则牧师嘛有拢讲请大家有闲的会当参加来报名大家做伙来参加。12月25号迄天下晡2點有福音茶會請大家会当邀請有诶厝边还是有朋友亲人伊搁较无遐认捌信仰诶，拢会当来参加。第6點，财务组因为迄个年度关小请大家特别注意，若是教会外的奉献是到今仔日尔，若是教会内的奉献是到后礼拜。若是有今年的奉献的请大家就是即礼拜是后礼拜一定爱奉献了。后礼拜六、拜六甲礼拜日，咱拢有借迄个台电的停车场，若是有开车的会当停。也嘛真多谢台电会当互咱遮会方便啦，大家会当搁较济去停安尼。特别点是明年度1月到3月的事工预定表，是搁请大家团结伫12月23号以前交到办公室。寒假嘛有足侪活动，伫2月3号到6號。要伫边仔要举行，这是要请社青甲学青会当参加，有一个联合建造营，咱是甲永和县教会、花莲的高满县教会，佮有高拿教会做伙来举办。后礼拜1月8號開始，禮拜4的暗時嘛有全教會的祈禱會。請大家拢会当参加做伙来参加，咱做伙組織嘛做伙祈禱。明年開始嘛邀請大家會當一年會當讀了一本的聖經，有時家己讀就較無聊，也是較會放棄安尼。若是有伴，就感覺讀起來較有趣味啦。若是有想要參加的，歡迎找思涵報名。阮請迄個。匡瑞先補充一個聖誕節的活動。兄弟姊妹平安，我是今年圣誕節總召胡匡瑞。他都有講吼，今年的這個我們南門這個行銷的團隊做了一系列很精美的這個影片，帶大家一起。回憶南門以前的聖誕節，那今年應該說這個禮拜是慶祝會的這個主題。那慶祝會裡面其實戲劇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所以我們就有訪問了這個賴鴻旭長老，包括我們這個週報配合這個文章，它裡面也有一些他以前對於戲劇的一些想法。
那在影片，它对外黑的影片只是预告而已。你回去要记得看 YouTube 上面的这个完整影片，大概是5分钟左右，有很多很多以前的照片。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去分享给一些以前的一些会友，他们离开南门了或出国了，其实里面也有很多他们的内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分享。那他都要有讲吼，就是20号的这个报名人数太多了，所以我们有调整一下我们那个整个爱餐的这个时间。那大家那个每个团契在的这个爱餐的楼层，那今年有一点点变化是，我们的这个抽奖，它不会在庆祝会的时候抽，它会在爱餐的时候才抽奖。所以这个报名的时阵，你的那个餐券跟抽奖券要记得投在对的这个桶子里面。那原因是因为抽奖的时阵发现每个年纪需要的东西不一样。这个如果长辈他抽到这个玩具，也不知道回家要干嘛，所以这一次我们就分楼层，大家好好的抽自己喜欢的东西。对，我们这一次做一个这样子的尝试。那个雄联团 K 就是我们直接会请牧师娘跟会长这边，我们会直接帮你们报名。所以其他的团 K 拢爱去摕这个餐券跟抽奖券，但是雄联团里面我们就会直接帮你们做报名。24号是，他都有讲吼，24号是咱的这个报佳音的活动。今年的报佳音，我们跟那个南门的幼稚园一起合作，所以南门幼稚园他们有好多人报名，那也希望那个我们这个回忆会当参加。今仔爱餐了后，我们有包礼物跟练歌的活动，大概若是有闲会当去参加呢。25号是这个福音茶会，我们会有敬拜团在台上唱歌。那你若是想要唱，会当直接点歌上来，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有驻唱的咖啡厅，就欢迎大家来参加呢。多谢。好，看牧师敢有要补充。好，匡瑞这次是就用心的啦，来办这个活动。咱来行平安礼。
咱煞遮来吟圣诗402首，圣诗402首。愿被上帝的光今日照伫咱，愿被上帝赐福咱，佮保护咱，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咱，想使咱众兄弟姊妹以及咱的亲人有永远的平安甲喜乐。对这时这个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灭倒。